由中华民国不动产经纪人联合总会规划建立产业投资目标供应需求媒合平台，为8月底成立至今，已经提供94件现地土地资讯，也完成现地产业用地清查112件，多元结合民间资源，协助台商甲国际企业取得产业开发、工业地供应需求等资讯。当然是我们针对于整个产业的标的的媒合平台，那从今年8月开始，一直到这12月，我们进行一个成果的一个发表。那目前来讲的话，也谢谢联合总会，他们有70位专业的服务人员，来进行相关的一个协助。那目前我们在官网上面有这样的一个协调平台，总共有参与有40家不同的不动产相关中介的同业，那也提供了上万笔的土地。那最主要的目的，希望有意愿来台南投资的厂商进入到这个系统里面，那么他可以来买土地或租土地，或者他有需求，他可以提出来，透过专业的这个咨询的这个服务人员，他可以对你的行业别、对你需要的土地来进行相关的筛检跟服务。那我想民力无穷，透过民间跟政府的一个合作，可以让土地呢更能地尽其用。那同样也对想要来台南投资的这些企业厂商，缩短他们对于取得土地相关的一个需求。那我想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公司协力，我们希望可以让台南的投资环境更好，也可以让来投资这个台南的这个企业呢，更快的能够找到他们所需要的土地资源。透过在地优良不动产业者，结合中央甲地方政府做伙合作，会当为世界台商回流、甲国际外商以及台南在地优质企业转型扩充需求，经由媒合平台协助产业发展，创造三赢，也为台南迈向国际加添竞争力。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